教育局喺今年4月成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研究有關提供免費幼兒教育嘅事項。喺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會議上面，代表教育界嘅葉建源批評委員會嘅代表性不足，應該要俾更加多嘅前線教育人士加入討論。個名單其實而家係令到呢個工作委員會個公信力咧，其實喺業界裏頭咧係好低嘅嚇，即係大家唔覺得呢個委員會咧係代表緊呢個即係業界。咁呢個委員會咧就即係要揾老師就聚焦小組咁啊，委員呢就有啲唔熟悉嘅人，唔熟悉嘅人到佢真係熟悉咧，佢需要個過程嘅，其實拖慢咗工作嘅。公民黨嘅毛孟靜就追問政府幾時可以落實政策。我就基本上想問呢，你有冇信心喺你任內，即使係2017年嗰年或之前呢，係可以實踐到我哋呢個幼稚園教育免費呢一樣嘢㗎啦？我個人呢，同埋專業嘅立場呢，我係有信心，因為2015年呢，佢應該就嗰個建議書就會出。假設你需要一段時間再做一啲諮詢，咁個別嘅層面應該可以推動嘅。所以呢，你話如果用呢個任內呢，我都好希望見到佢係落實。呢個係大前提。可唔可以寫包單啊？係啦，包單。包單我就做唔到，因為佢好多唔同嘅因素。但係我相信議員都應該感受到我個人喺呢一方面嘅承諾，因為我個人同埋專業立場，我都應該做得到嘅。公民黨嘅陳家樂就批評委員會嘅工作進度緩慢，報告內容亦都冇實質嘅要點，空泛冇方向，認為應該要譴責吳克儉。吳克儉就回應委員會嘅各個小組已經喺會議上面定出咗重點討論嘅範圍同埋概念，又話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需要學界同埋社會達成共識，唔可以因為社會需要迫切而急就章辦事。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善瑤報道。